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新闻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风台。风台苏拉伫今仔日和明仔是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，目前风台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巴士海峡。昨昏气象局嘛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今仔日各地头拢爱有风大水雨。同齐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:40上新的说明。强烈台风苏拉目前早上的位置在鹅銮鼻的南方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哦，后来将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。我们跟前一报相比，原本海面警戒的位置，除了在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跟台湾海峡南部之外，在这一报新增的台湾海峡北部，我们要提醒在这附近的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。这个台风它的暴风半径大概在180公里左右，中心风速还是维持每秒51公尺。我们要提醒它逐渐在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，未来在今天中午前后，它的暴风半径可能正逐渐接近我们台湾屏东跟恒春半岛这些地方，它的风跟雨相对会是比较明显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降雨情况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因此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东半部地区，也可以看到在屏东县大概来到46.5毫米左右的累积雨量。我们预估今天整体的降雨情形，包含在整个东半部地区，尤其在花东地区或者是在南部的山区，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出现的情形，请大家特别注意。倒是明天在白天的时候，中南部地区的天气比较不稳定，下雨的情况会比今天来得更明显一点。台风持续在向西移，在明天晚上之后，整体的降雨趋势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雨的情况稍微比较缓和下来，下雨比较多的地方还是在南台湾的台东跟屏东地区恒春半岛，而倒是在北台湾地区的下雨还是持续的，主要就是随着台风逐渐向西移以后，其实台湾处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，到时候北台湾有一些比较偏北风的环境，带来比较多的水汽，所以北台湾的下雨情况可能在明天晚上之后还是比较持续，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形。